遮这厝是本来就安尼，还是都尾有整修过？其实本来就是安尼，啊，本来就安尼啊整修是拢整修一部分尔。啊，但为什么有一寡壁是叫卡标的？阮遐就是只要爸母啊往生，啊囝儿逝世，因就无爱伫啊。啊无爱转来，伊无整理，啊伊自然就是会放落。哦，就会帮伊啊。这我那会讲见证讲一个时代的演变。对，我带你来看迄土角厝，土角厝，伊迄已经要超过7、8、10档啊，嘿应该有啊，超过。啊，你也看遐个土，还会当保持安尼。为什么有法度有材料的，咱安尼保持足久安尼啊？因为以前咱祖先的歌知识啊，因有法度讲，用土啊，可能用糯米啊，注意，用竹米啊，用稻草啊，稻草，从遐土安尼做起来，伊会当保持遐久安尼。我来带恁看迄代门牌啊，对，有现代的，嘛有以前的，嘛阁有迄个税籍资料。这足久以前的，即摆拢迄字拢已经看袂清楚啊。所以遐门牌会当见证迄代历史。